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利未记19章32节到37节，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合一。昨天康瑞台风侵袭台湾，带来了超大的阵风，以及给部分地区带来豪大雨。是的，在台湾带来了某个程度的灾害。在经历过这几次登陆台风的秋台，我们不得不感谢现代科技对于台风的预测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准确。透过卫星云图，能够更精确地掌握看到台风的动向。虽然这个气象的预报仍然是天有不测风云，坦白说，台风的动向真的是极难估测，非常准确的预测到，但是比起从前来说，已经好得非常非常多了。我们都在期待气象预报可以万无一失，但是我们极少要求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维持着正确而合一的关系。在今天的新约罗马书 NRIV 的翻译，在22节这边来说到 made right with God by putting our faith in Jesus Christ。 这提醒了我们跟上帝合一关系是建立在跟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基础之上。马丁路德钉在德国威登堡诸圣堂门口的这个95条抗议文，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提醒当时候的教会当局在各方面都要回归到基督正确的关系上面，不要偏颇离开正道，到处去敛财。利未记19章32节到37节提醒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要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老者，更是不可以欺负出外人。圣经说，你们要敬重老人，在白发人的面前，你们要恭敬侍立，你们要敬畏我，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你们不可欺负住在你们国中的外侨，对待他们要像对待以色列同胞一样，要爱他们像爱自己一样。要记得你们曾经在埃及寄居过，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不可用不公平的度量衡欺骗人，要用公平的秤尺升斗。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我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你们要确实遵行我一切的诫命和法律。我是上主。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将以公平的秤尺升斗来衡量他所呼召的跟随他的人。保罗劝勉罗马教会基督徒要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建立正确的信仰观，与上帝有良好的关系。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保罗这样对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道：但现在上帝已经显示怎样使人和他有正确合一的关系。
这是跟法律没有关系的。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们都是这样见证。上帝使人和他有合一的关系，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上帝这样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任何差别都没有，因为人人都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然而，上帝白白地赐下恩典，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使他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上帝不惜牺牲耶稣，以他为赎罪祭，借着他的死，使人由于信他而蒙赦罪。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在这个时刻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这样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一的关系。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可夸口的呢？一点都没有。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是由于遵守法律吗？不是，是由于信。我们的结论是，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只借着信，而不是借着律法，遵守律法的要求。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吗？他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当然是。上帝只是一位，他要犹太人基于信，外邦人也是借着信而跟他有合一的关系。这样来说，我们的信使摩西的法律失去效力吗？当然不。相反的，我们使法律更为巩固了。保罗甚至还提醒基督徒，人人都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因此就应当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来荣神益人。就如同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这样说道：行为无可指责，谨守上帝法律的人多么有福啊！听从上主命令，一心顺服他的人多么有福啊！这样的人不能做坏事，他们只会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主啊，你赐给我们法律，要我们切实的遵行。我多么盼望能够忠诚遵守你的法律。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就不至于蒙羞。我学习你的公正法则的时候，要用纯洁的心颂赞你。我要遵守你的法律，求你别丢弃我。感谢上帝保守台湾经历这一次这么强烈的台风的侵袭，虽然仍有许多地方有损失，但大部分的地方得到了中央山脉的屏障，让台湾保有较大的能力，能够帮助灾区。求主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信仰观，与上帝同行，愿意诚心的爱人，实意的归荣耀给上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